心所欲地食股，但起碼你唔係升到去243或者244食嗰百零點雞碎咁多，咁啊走去自己出去食股係咪？咁咧，我有同啲當時嘅同學有啲妥協嘅，即係起碼你升到上247先食1/3咯。呢個就係我嘅主張嚟嘅，因為喺炒股票嘅，特別係炒恒生指數，如果你一個星期嘅交易，你係唔諗住食一浪400點或者以上咧，你可能覺得自己係一個好謹慎、好唔貪心我咧越唔貪心咧，就可以越食到一個長線嘅投資嘅浪啦。咁呢樣嘢我絕對唔認同嘅，反而我會認為咧，你係有少少暴殄天物嘅感覺即係明明一個禮拜佢又可以行咗成1000幾點嘅，你就為咗自己某啲嘅道德或者自己一啲固有嘅觀念咩什麼我唔貪心坦白講，你唔貪心，你點會炒股票啫？啱唔啱先？你唔貪心嘅，你話憑自己血汗努力去做人嘅，咁你應該走去做揸 Uber 或者係走去送外賣係咪先？即係我哋係人都知道自己點解要去炒股票咧，因為你想有一個額外嘅超額回報俾自己啊嘛。貪就係貪噶啦，咁要貪嘅冇理由貪個雞碎咁多，梗係就要貪多多啦，對不對 ？OK， 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知道咗啦喺嗰個股價上邊咧，就一定要令自己係一個相對充足而有希望嘅波幅俾自己食股嘅。咁所以上一個禮拜咧，即係不能夠不得不讓我們去認下叻啦，係嘛？咁我哋都已經升咗上去247咯，咁然之後2550同埋雖然上唔到253嘅，即係最高好似25250點左右即係爭嗰50零點啦。咁但係我覺得咧，都叫做交足晒功課俾各位嘅，好唔 OK 即係可唔可以有啲嘅掌聲俾我先即係叫做都交功課係嘛？係咪？ O 唔 OK 咁我相信應該都有唔少同學咧特別有啲舊生所以上一個星期嘅比較多舊生去上個堂嘅。咁我相信咧，即係應該都會有啲人係受惠到嘅，而唔應該有人係輸錢㗎，得唔得？即係分水嶺以上咧就只能夠買升不能夠買跌呢句説話嘅主張咧，都係上個星期我哋去講嘅。所以啦，今日咧其實係一個認叻大會嚟嘅，俾我認叻。即係一次過嘅判市教學，只要係跟足晒 Ringo Sir 上個星期嘅諗法嘅話咧，係冇乜可能係會輸錢咁滯㗎。O 唔 OK？ 好啦，咁但係亦都可能有啲人就話：喂，咁你可能係運氣啫，係咪？咁當然啦即係炒股票咧，如果齋黑仔嘅話咧，你判咩事都咩買升又跌，買跌又升咧，咁都唔係一件即係開心嘅事嚟嘅，係咪？所以啦，我哋通常咧喺判市方面。